不論係環境定係出品，都同我對新中式菜系嘅理解同構想相當契合。呢餐兩個人合共消費234。大家好，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Theo， 又係同大佬喺海珠區唔知道食咩嘅一晚，就決定去食呢一間離屋企唔遠又好耐都冇去過嘅豬字頭啦。同上次相比咧，菜單多咗唔少新面孔噶。撈起海螺片係一道我之前冇食過嘅新菜啊！呢種螺片其實冇咩本味噶，口感咧係偏軟糯噶，調味以酸甜為主，洋蔥爽脆，檸檬味清新，可以理解呢一道作為開胃菜嘅用心，但就係冇生喺我嘅審美之上啦。桂花柚香雞翼啊，又係一道我之前冇食過嘅新菜。桂花同柚子嘅味道咧都係我中意嘅，但就係將佢哋做成偏甜口嘅醬汁之後咧，再搭配翻雞翼就有啲令我無所適從啦。味道似係食緊甜品，但大腦總係提醒緊我呢度應該係一道鹹食先啱啦。呢個桂花柚子汁嘅味道，如果做成梳打飲料嘅話，估計我會更加中意啊！酸梅山楂燒鴨卷呢個係一道我上次嚟就特別欣賞嘅菜式，將佢理解為一道北京烤鴨混搭春卷嘅菜式就 OK 噶啦。塗有酸甜開胃嘅山楂醬汁，外層咧好似春卷咁脆噶，內裏咧係蔥段同埋鴨絲碰撞出嚟嘅京味啊！我強烈推薦啦！金蒜鳳尾蝦，我感覺咧呢一道係呢度嘅招牌菜啊，水準相當穩定嘅，蝦肉彈牙，蒜香味同海鮮嘅組合就好似陳家樂同衛詩雅咁登對啊！我強烈推薦啦！如果有朋友想喺屋企入邊復刻呢道菜嘅話咧，可以去睇一睇我上次發佈嘅豬指頭視頻啦。9層塔滷肉飯，店員培訓做得幾唔錯噶，落單嗰陣咧會再推銷一下溫泉蛋啦。我相信冇幾多個人會拒絕噶，滷肉飯水準依舊穩定，滷肉咧依然都係行偏瘦嘅路線噶，大部分女仔咧都可以輕鬆駕馭。炸蔥酥咧係當之無愧嘅點睛之筆，將靈魂溫泉蛋破勻之後攪拌均勻，呢一啖係滿滿嘅幸福感啊！蟹黃蝦子銀絲麵又係一道我冇食過嘅新菜，顏值相當唔錯噶，仲有幾分似海膽添。但係呢個蟹黃蝦子醬嘅鹹度偏低，鮮味咧都因此冇提上嚟噶。如果再多加啲鹽或者烘過之後剁碎嘅大地魚乾，估計咧鮮味咧仲會提升唔少噶。隨餐搭配咗一碗蝦湯，口味偏淡噶，特登要少少鹽加埋入去之後咧，鮮味一下子就翻晒嚟啊！除咗直接飲，我更加推薦將滷肉食完之後，直接將呢碗蝦湯加埋入啲飯度，自製一碗蝦湯泡飯啦。XO 醬炒香菇包子甘藍，同樣都係新菜，對我嚟講咧，除咗香菇，整體嘅調味咧都係偏清淡噶。呢餐兩個人合共消費234。有句講句，餐廳嘅運轉咧都順暢咗唔少噶，冇咗之前嗰種兵荒馬亂嘅感覺，整體體驗咧都仲係相當唔錯噶。不論係環境定係出品，都同我對新中式菜系嘅理解同構想相當契合。菜品咧有各大中餐菜系嘅融合創新，都有西餐日料嘅神韻，定價咧都相當接地氣。不論係一個人嚟定係情侶撐台腳，甚至係一家三口或者商務接待，都係唔錯嘅選擇。兩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